Hello， 各位歡迎收睇我嘅頻道，我係灣區接阿明。今日嚟到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拍攝，號稱喺張家邊嘅豪宅嘅，就有呢個身後呢個屋苑啦。嗱，咁我哋而家通過視像見到啦，入邊嘅園林環境呢，其實做得唔錯嘅，有細水龜塘嘅水景，亦都係有游泳池啦，而且樓間距係非常之高嘅。咁呢個屋苑呢，叫明珠1號，一共係分為8棟嘅。屬於真正嘅低密度住宅。咁喺公網資料顯示咧，呢度嘅使用面積係超出咗原有嘅120%以上嘅。咁稍後咧，我會將呢個明珠1號在售每一個戶型嘅優點缺點，全部都會展示到俾大家睇㗎。其實火炬開發區咧已經係優先發展咗20-30年嘅區域嚟嘅，無論交通方面還是係衣食住行方面，根本唔需要去擔心噶啦。通過呢個逸仙路咧，幾分鐘可以上到多條高速路口噶啦。去到港珠澳大橋咧，只不過都係40到50分鐘嘅時間啦。深圳嗰邊咧都係個40分鐘就 OK 㗎啦。去到廣州嗰邊咧都係50分鐘。相對於自己中意揸車嘅朋友咧，1個小時已經係可以暢遊大灣區好多個城市嘅。咁我呢個探訪博主咧喺呢個火炬開發區都已經係居住咗3年嘅時間嘅。目前嚟講咧，我覺得火炬開發區無論交通方面還是衣食住行方面，我都係比較滿意嘅。特別適合成日要跑出去工作嘅，或者係港澳街坊返嚟養老度假。食嘢方面呢，其實出門口可以滿足到衣食住行㗎啦。右手邊嘅位置呢，就係張家邊板塊嘅商業步行街。另外，交通板塊最大嘅亮點呢，火炬開發區未來會有2個地鐵口嘅，其中一個地鐵口呢，就喺隔離嘅太陽城片區，另外一個地鐵口呢，就喺呢個明珠1號嘅附近張家邊板塊嘅地區。咁所以交通方面咧，大家完全唔需要去質疑㗎啦，真係稱得上四通八達。OK， 咁我接落嚟咧，會將呢個明珠1號每一個戶型嘅優點與缺點全部展示到俾大家睇嘅。行到上嚟明珠1號17樓位置嘅142平方嘅內籠格局展示到俾大家睇啦。咁呢個格局咧係做到4加1房嘅，喺嚴格嘅程度上咧，呢個戶型係屬於5房嘅構造嘅。資料顯示贈送咗接近25平方嘅使用面積俾到大家去使用嘅。咁我哋而家咧通過呢個 video 測試一下，究竟係咪贈送咗咁多啦？嗱，咁呢個客廳嘅開間呢，係有細米嘅面風嘅，做咗東南嘅朝向。成個明珠1號嘅明星戶型，除咗139平方細房2廁之外咧，呢個142平方嘅4加1房係其中一個明星戶型之最嚟㗎。作為一個中山本土人，喺呢個火炬開發區居住咗3年時間嘅本土博主，我每一次嚟呢個明珠1號呢個142平方，我都真係有少少要刷卡嘅衝動嘅。呢個戶型咧係做咗純南向嘅，相對於原本嘅139平方係少咗2個陽台嘅，但係唔影響入邊嘅內籠使用情況嘅。正式翻門口咧係通過呢個位置翻屋企嘅。一共係做咗2梯細火，打開門嘅話咧係對住一個通風透氣採光窗喺度。行到出 lift 嘅話咧，呢個採光同埋透風性都係比較 OK 㗎。咁呢個咧係鋼夾防火門嚟嘅，正式交付標準嘅門。做咗一個智能密碼鎖，亦都係配置有貓眼喺度噶啦。呢個空間呢係第一個房間嘅位置。如果有比較中意飲茶嘅朋友，做一個茶室都 OK 嘅。咁呢個示範單位啦，其實開發商每一寸空間都設計得非常之到位嘅，成個戶型做咗一個酒店會所嘅 feel 喺度。咁呢個茶室嘅位置，如果中意呢種 feel 嘅話咧，可以叫我幫你哋揾啲室內設計師打造成一個私人嘅茶室就 OK。另外一點，如果中意養寵物嘅朋友啦，呢個空間又係你哋屋企愛貓愛狗嘅私家屋苑咯喎。嗱，呢度後邊其實佢係有一個採光窗喺度嘅。平時打開呢個窗嘅話咧，你哋屋企嘅愛貓愛狗呢個空氣就非常之流通。
喺入邊加裝一個愛貓愛狗嘅私人別墅啊，或者係嗰啲爬樓梯嗰啲寵物之類嗰啲裝飾品咧，都係 OK 嘅啦。嗱，咁呢個空間咧，其實可塑性係非常之高嘅。咁到時候交付標準咧，並唔係呢個示範單位咁㗎。全部都係線白漆，瓷磚都係唔同嘅。咁而且呢個來龍嘅格局咧係有少少嘅改動嘅。如果想睇真正嘅交付情況嘅話 ，OK， 拍咗啲片可以 send 俾你睇下嘅。但係個人建議要買樓一定要實地考察，唔好太相信網絡太多 agent 講嘅嘢，包括埋我都係唔好太相信嚇。自己親身感受嘅嘢先至係最實際嘅。呢種裝修風格咧，除咗居住用途之外，亦都適合做會所用途嘅。比如做貿易嘅老闆啦，唔想喺街鋪嗰度租辦公室，或者係唔想買街鋪嘅話，可以買呢啲住宅作為一個辦公嘅用途㗎。如果係中意呢啲裝修風格嘅話咧，後期我都可以介紹靠譜嘅裝修公司團隊俾到你去自己選擇多種嘅裝修風格，有精裝交付俾你，亦都有無批清水樓交付俾你嘅。清水樓嘅話9000幾就 OK 㗎啦。如果選擇大裝修咧，喺原有9000幾嘅價格之上加多1000蚊就 OK 嘅。目前國內如果自己去請裝修團隊去裝修嘅話咧，價錢喺800蚊一平方，一直到1500蚊一平方就 OK 㗎啦。當然唔同嘅材料，裝修嘅成本都係唔一樣嘅。嗱，咁呢個咧係開放式嘅廚房咧，做咗一個長形喺度㗎。真正交付嘅話咧，就並冇呢啲咁樣嘅裝飾品嘅。咁呢度本身係有一個小型嘅陽台喺度嘅。到時候交付咧，呢個位置係一個陽台交付俾你嘅。咁呢種裝修風格嘅話咧，就比較適合年輕化嘅朋友仔，包括平時唔係太中意煮飯嘅朋友。OK， 如果能接受呢種開放式廚房嘅話咧，都可以揾我幫你哋介紹裝修團隊㗎。餐廳嘅位置啦，闊綽感係非常之高嘅。中島台咧都已經係放咗有3米長嘅尺寸喺度㗎啦。交付嘅時候係冇嘅，中意嘅話咧可以拍低個圖片喺淘寶嗰度咧，其實好平嘅。再唔係嘅話，我可以帶你哋去呢度周邊嘅家私城去任挑任揀都係 OK 嘅。嗱，咁呢度交付嘅時候都唔係咁㗎。雖然呢度有大裝修交付俾你，但係入邊所有嘅軟裝硬件性嘅物品全部都係冇嘅。咁到時候交付呢度咧都係一片嘅白牆。如果中意裝修成咁嘅話咧 ，OK 都有裝修團隊㗎。比如呢啲儲物櫃啦，都係比較靈動嘅，特別中意喺廚房整蛋糕仔啊，整啲蛋撻啊、甜品啊、個等啊，呢啲儲物櫃嘅話咧，其實可以發揮到好大嘅用途嘅。焗爐、蒸爐或者係放咖啡機啊、放紅酒嘅，其實呢埲牆咧可以滿足你好多生活。廳咧係4米嘅面寬，東南嘅朝向嘅。咁示範單位咧，為咗展示呢個視覺效果性啊，真正交付嘅時候，呢個空間係屬於一個房間嚟嘅。如果屋企唔需要太多房間嘅話咧，可以參考呢種內籠設計嚇。駁咗呢埲牆嘅話，大家去睇下啦，6米幾嘅面寬會客廳，仲想點啊？只不過係入正142個平方啫喎。嗱，咁通過呢個17樓，大家可以睇下呢個陽台嘅景觀視野。正對方向咧係樓望樓嘅，但係樓間距係非常之高嘅，唔需要擔心人哋可以望到你自己屋苑入邊嘅內籠情況嘅。而且佢交付嘅玻咧係有少少嘅偏綠色嘅，人哋係睇唔到你嘅。咁左手嘅方向咧係可以睇到少少嘅華佗山景啦。咁右手邊嘅方向咧係一啲本土居民嘅居民樓嚟嘅。
市容市貌嘅話咧，係冇好多大型燈紅酒綠嘅建築物喺度，全部都係充滿人間煙火氣嘅建築物喺度噶嚇。咁呢度下邊咧係望呢個小區入邊嘅園林環境嘅，唔同嘅樓層佢所望嘅景觀視野感覺咧都係唔一樣。呢個142平方入邊嘅空間都係比較空曠啊！如果唔想使咁多錢，又中意呢個屋苑嘅話咧，揀啲5、6樓嘅話，佢嘅採光透光性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嗱，咁啱先門口第一個位置咧係第一個房間，其實呢度嘅空間就係呢個屋苑嘅第二個房間嚟嘅。啱先都講到啦，屋企人多嘅話，可以參考咁樣嘅設計風格。咁而家開發商咧係做咗一個瑜伽室喺度啦，我覺得咁樣嘅設計咧係非常之到位。企住緊呢個位置咧係通向啱先東南朝向主陽台嘅位置嚟嘅，中間加裝咗一個牆喺度啊，就形成咗呢個房間嘅使用面積會更加之高啦。142平方餐客廳嘅空間感如何？又滿唔滿意呢？歡迎喺評論區嗰度留言啦。OK， 呢個第二個房間對過嚟咧係公共衛生間嘅位置啦。呢個設計師咧最敗筆設計風格就係呢個洗手間啦。大家可以過嚟睇下。到時候真正交付嘅時候係冇呢棵嘢嘅，我唔知佢搞呢棵嘢嘅意義喺邊度啦。反而咁樣嘅裝飾顯得呢個淋浴間咧就縮細咗呢個空間感㗎。咁真正交付咧，其實呢度係一個飄窗嚟嘅。嗱，咁中間呢個位咧智能馬桶區啦，呢度咧係儀容儀表區嚟嘅。咁交付嘅時候就唔係呢啲彩色玻璃啊，係平時普通嗰啲洗手台嗰啲咁樣㗎。由於有清水樓交付啊，到時候呢個淋浴間咧點樣去構造嘅話，可以參考一啲專業設計師嘅建議㗎。嗱，咁呢個咧係第3個房間嘅位置啦，又係一個設計師敗筆之處啊！反而整咗呢啲咁樣嘅兒童床咧，顯得呢個房間大大減分嘅。咁其實後期將呢啲攞走咗佢，就夠空間放一張1.2米嘅榻米床嚇。呢個房間係有少少細嘅。呢個凹位咧係採光窗嚟嘅，拉開佢嘅話咧，其實呢個房間雖然細，但係透光性係唔會差嘅。嗱，咁呢個咧係第4個房間啦，相對於啱先嗰個房間嚟講係大1倍嘅面積。只需要3個房間嘅話咧，可以將呢度剝咗佢，連通到啱先嗰個兒童房嘅話咧，呢度相當於一個主人房咁大㗎啦。唔改造嘅情況底下啦，放一張1.5米嘅床係冇問題嘅。咁如果係中意呢啲風格嘅話，呢度附近有好多家私城可以俾你去參考，任挑任揀嘅。主人房係呢個位置，東南嘅朝向。咁當然呢啲咁樣嘅風格嘅話咧，就唔係太多人可以接受得到嘅，隱私性嚟講係真係好差嘅。所以我啱先講咧，做咗一個酒店式嘅會所 feel 啊！到時候交付呢度係一埲牆嚟嘅嚇，證明呢埲牆咧係可以將佢剝咗佢嘅，可塑性都比較大嘅。床位位置咧，放張2.0米幾嘅大床係唔成任何問題嘅。最欣賞佢嘅就係呢個長台啊！女士都中意化妝㗎，由於呢個採光窗係成排牆嘅，咁喺呢度化妝嘅話咧，就光線非常之充足㗎啦，或者係作為一個睇書嘅作用啦。特別屋企有細路仔嘅話，又唔係好聽話嘅話咧，叫到佢哋喺你嘅房間喺呢度做作業，然之後你喺隔離睇住緊。喂，靚仔，1+1等於有幾多啊？即係幻想一下呢種親子感啊！幻想一下呢種團聚喺一齊嗰種感覺咧，真係好幸福，好幸福㗎。嗱，咁呢度成排牆嘅位置咧，都可以作為衣帽間嘅用途嘅。左邊做男士，右邊作為女士嘅衣櫃，都已經足夠空間俾你去訂做㗎啦。OK， 主人房咧係一個套間房嚟嘅。其實呢個雙人儀容儀表台，我覺得設計得比較靚，但係一定要喺呢度
封一埲牆喺度啊！呢個可以參考一下嚇，證明佢個洗手間空間咧一啲都唔細㗎嚇。男士嘅儀容儀表台、女士嘅儀容儀表台足夠晒空間㗎啦，而且呢個淋浴區咧夠晒 size 俾你去做一個獨立嘅浴缸喺度㗎。咁特別講我嘅街坊咁遠水路翻到嚟嘅話咧，第一時間啊泡個浴先，真係全身都輕鬆晒啦。嗱，咁呢個係智能馬桶區嚟嘅，喺嚴格嘅程度嚟講咧，除咗呢埲牆設計敗筆之外咧，呢個區其他都係有優勢嘅。每個區域都係設計得好好，大致上呢個142平方嘅5房2廁咧就係咁樣嘅內籠構造啦。有清水樓，亦都係有大裝修可以俾你去選擇嘅。清水樓嘅話9000幾，如果係大裝修嘅話咧，就喺呢個9000幾情況底下加多1000蚊嘅費用落去㗎嚇。如果中意呢個戶型又想知道首付係有幾多，按揭月供係有幾多嘅話咧，你哋可以後台聯繫我㗎，我幫你哋做一個詳細嘅價格表。而家呢個屋苑咧賣緊嘅單位有107平方、118平方，再大到139平方，延伸到呢個142平方。如果想住複式多層住宅嘅話咧，呢度都係有啲複式住宅可以俾大家去參考嘅。咁啊，嗰個複式嘅話咧不得了啊！可以做到9個房間嘅，咁 OK。有興趣要了解呢個屋苑由細到大嘅戶型嘅話，後台都可以同我攞資料俾你參考嘅。